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係哥頓宣教士。我係多年嚟住喺以色列地，亦都係喺猶太人當中服侍嘅一位宣教同工。今天我想藉着一段嘅經文，馬太福音16章13至26節，同弟兄姊妹分享一段嘅信息。個題目係認信及跟從主。盼望透過我喺猶太人當中接觸佢哋嘅猶太文化，同埋喺以色列地生活所學習佢哋嘅以色列地理嗰樣嘅背景，嚟到去豐富對呢一段經文嘅解釋，同弟兄姊妹有呢一個嘅分享。咁喺我哋作為基督徒咧，我哋嚟到去了解有一樣嘢係信徒現今有一個情況，我留意觀察到咧，係認信呢一位嘅主同跟從呢一位嘅主咧係有分裂嘅情況。即係話好多人只係信主，但未必一定咧係跟從主嘅。咁呢一個情況咧係去到一個地步，俾好多人以為信耶穌就變咗係一個終極目標。又或者可能喺我哋傳福音嘅時候，我哋會話信耶穌係非常重要，信主嚟到得永生。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忽略嘅係，我哋作為一個信徒，其實好重要嘅係要跟從主。更加貼切嘅係用翻聖經嘅詞彙所講咧，我哋係要作主嘅門徒。所以我哋話唔係信主係最終目標，而係一路作門徒，跟從佢，效法佢，彰顯耶穌基督嘅模樣，佢嘅樣式。呢個先至係咧神俾我哋每一位信主嘅信徒一個嘅心意，係要作主嘅門徒。正如耶穌基督嘅大使命亦都講到話，使萬民作主嘅門徒。呢個係一件非常重要嘅事情。咁而作主嘅門徒當然就係包括咗信主係第一步，然後咧就係跟從呢一位主，效法主，作為佢嘅門徒，佢嘅學生，跟從佢，向佢學習咁樣嘅意思。現今喺無論西方或者華人教會都出現一個術語咧，係叫做禮拜日信徒，又或者英文叫做咧 Sunday Christian。我稱呢個為一個亂象，因為好多人誤以為咧係星期日返教會就得噶啦，就夠噶啦。平時其餘時間咧係做返自己嘅一個個人嘅生活，同呢個信仰咧係脫節冇關係，變咗就唔係喺一個真真正正係跟從呢一位嘅主，彰顯主嗰個嘅狀態。咁變咗可能每一個星期只係過嚟2個鐘。翻嚟教會崇拜之後咧，就只係活翻係一個自我咁樣嘅生活嘅狀況。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好明顯，主係不喜悅嘅。咁我盼望透過今天呢段經文嚟到去分享一下神嘅心意，點樣嚟到去透過同門徒嘅對話，帶出呢一個嘅內容係認信及跟從主係兩個並行嘅概念，同樣係非常之重要，缺一不可嘅。咁主耶穌嘅教導喺嚟到去將呢個認信及跟從主，盼望透過呢個經文馬太福音16章13至26節咧嚟到去同大家有呢一個嘅分享。咁我略為將呢段經文分開3個嘅段落。第一段係16章13至到19節，主係稱讚彼得正確嘅認信，即係話彼得咧係叻仔，講得好好，非常之啱。如果作為一個老師同學生咁嘅關係咧，好似係俾咗彼得一個嘅 A 咁樣，哇，好啱，好好，你嘅認信係正確嘅。跟住去到20至到23節嘅時候咧，主耶穌係責備彼得錯誤嘅回應，就係話之後主耶穌同彼得嘅對話咧，就話佢係錯嘅，唔啱嘅。咁上半部分係好好，下半部分就非常差啦，好似咧一個 F 咁樣。正如好似一篇文章或者一個對話，頭半段係攞 A， 下半段咧就攞咗 F， 係主耶穌係責備佢嘅。跟住喺24節打後，咁我喺26節嗰度就停啦。咁我就稱為咧，主係藉住呢個機會向所有嘅門徒嚟到去講出認信主之後一個好重要嘅要求，要係跟從呢一位嘅主。
咁所以盼望透過呢3段嘅經文嘅分享，呢一個嘅馬太福音16章，俾弟兄姊妹掌握呢一個內容，了解呢件事情嘅重要性。咁首先我哋要了解嘅呢段經文一開始咧，係馬太福音16章13節，呢度提到主耶穌係去到一個地方咧，係叫做該撒利亞腓立比。呢個地方當其時係一個大城嚟嘅，因為呢一個名咧，該撒利亞咧係由喺呢一個嘅希律嘅其中一個仔，作為一個嘅分封王呢一個嘅希律腓力所建立嘅，係為佢嘅仔嚟到起，然後去管呢一個嘅城。佢位於加利利海北邊，大概40公里啦，亦都係黑門山附近嘅位置。弟兄姊妹，我哋要明白咧。咁我住喺以色列地好幾年，亦都之後都經常帶弟兄姊妹去到當地有聖地嘅考察嘅時候，我經常都會帶弟兄姊妹咧嚟呢個地方叫做該撒利亞腓立比。咁呢個同該撒利亞嗰個城咧係唔同嘅喎，同呢一個嘅去呢一個嘅希臘土耳其嘅團去腓立比又唔同咯。呢個地方係叫做該撒利亞腓立比，係喺以色列地，喺以色列嘅北部，英文係 Caesarea Philippi。喺呢個地方嘅特別就係佢喺黑門山附近，而頂住我哋知道咧，以色列係一個好靚嘅地方，係好多地方咧都有唔同嘅資源，但係佢有一個非常之缺乏嘅資源咧，就係水嘅。由舊約去到新約，嚟到現今嘅以色列，都係以色列人或者當地住嘅所有人咧，都係面對缺乏水嘅情況。咁我哋知道啦，以色列都係位於中東地區，咁基本上整個中東咧，絕大部分嘅地區咧，都係咧水源咧係缺乏嘅。除咗某啲國家、某啲地區係住喺一啲嘅河流嘅附近咧，佢嘅水源咧就相對會係較為充足一啲。咁而呢個北部嘅城市咧，呢個地方就係屬於黑門山附近，因為黑門山係長年積雪，當佢融雪嘅時候，就有呢啲水係嚟到去流過去呢個該撒利亞腓立比嘅城。咁而你知道2000年前啦，咁邊一個地方近嗰個水源咧，佢就能夠有農作物啊，有經濟嘅活動啊，有好多人去遊覽，去住喺嗰度，喺嗰度生活。因為以往嘅年代咧嘅水利工程咧冇而家咁厲害嘅，啲水唔可以泵得太遠啊，咁淨係喺翻水嗰個附近嘅地方，咁先至有農作物啊、生產啊各樣嘅嘢。咁所以喺嗰個地方咧就有好多人聚居，亦都係因為咧嗰啲水喺黑門山融雪流咗落嚟，成為約旦河嘅源頭之一。呢一個嘅班尼亞斯河 （Banias Spring） 就係喺呢一個嘅地方作為發源地。咁所以佢有豐富嘅水源，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亦都同樣好多時候咧，弟兄姊妹呢一個係喺猶太背景一個情況就係人覺得嗰度有水源供應到佢嘅生計。農作物繁盛生長，就算如果我再係農夫嘅話，我覺得呢個水泉幫到我。好多時候人就會產生一個拜嘅觀念，正如喺中國人都會嘅。喺好多地方，如果你係做一啲嘅漁民咁先至算啦，咁你會覺得拜嗰個嘅一個同水有關，可能係天后娘娘啦，可能唔同嘅廟啊，就係覺得希望咧風調雨順咧。就好緊要啦！如果你作為漁民，如果你作為農民都係嘅，希望咧嗰一年落雨又要有啲雨，但係又唔好太多雨，搞到泛濫，咁你又會拜某啲嘅偶像。咁呢個中國人嘅背景咧係會咁樣做，而猶太人當年背景2000多年前嘅人都係喺咁樣，因為呢個地方有好重要嘅水源，有好豐富嘅土壤同埋嗰個嘅農作物嘅出產，所以就吸引咗大量人咧去嗰度崇拜。而呢啲係當然係一啲嘅偶像，特別喺希臘同埋羅馬時期都有好多唔同嘅神廟，因為希臘都係多神論，羅馬都係喺呢一個嘅多神嘅主義裏邊，英文稱為 paganism，即係呢啲唔同嘅拜偶像嘅狀況，所以有好多嘅神廟。咁而其中一個背景就係嚟到俾我哋睇得到咧，當其時呢啲神廟咧就俾我哋知道係有譬如有一個嘅宙斯神廟啦，呢個係希臘好著名嘅，咁影響住以色列地，因為當其時以色列都係好受希臘文化影響啦。咁我哋新約聖經咧都係希臘文所寫成啦。咁亦都有係
潘格，即係呢個嘅潘神啊，咁咧就係嗰個嘅地方嘅一個最重要嘅神，亦都有一啲嘅係獻羊祭牲嘅一啲嘅羊群嘅一啲嘅廟啦，亦都有一個奧古士督嘅廟紀念呢一個王嘅。咁好多人唔同人去拜，咁就最重要咧就係因為嗰個班尼亞斯河 Banias 呢個班尼亞 Banias 呢個河，咁佢就會覺得咧班尼亞斯河背後就係有一個潘神潘格喺背後嚟到去作為一個偶像咁樣咧祝福，所以嗰個地方你可以想象到當其時嗰個年代咧係吸引好多人喺嗰度去做買賣啦，去拜偶像啦，喺嗰度生活啦，喺嗰度聚居啦，係一個嘅熙來攘往，一個嘅市中心，一個人們聚集嘅地方。主耶穌當其時呢一個嘅16章13節就係講到佢就去咗嗰個地方，然後問門徒一個嘅問題，所以呢個場景係好特別嘅。咁你想象嘅可能，如果你喺香港，可能就你想象好似去咗大嶼山嘅一個嘅大佛面前如果你喺台灣嘅，可能就係想象咧，好似喺呢一個嘅佛光嘅一個嘅佛廟面前大佛寺嘅面前，或者係呢一個大嘅媽祖嘅廟嘅面前嚟到去，主耶穌要去問呢一啲嘅問題。而從另一個角度，其實係有一種嘅挑戰，就係喺眾偶像、眾神嘅面前去問門徒呢個問題，就係人說我人子是誰？呢一個就係俾大家睇一睇呢個現今嘅樣貌啦。咁當然好多地方已經破壞咗，咁但係仍然有少部分考古嘅遺跡，我哋可以了解到咧，當其時嗰個拜偶像嘅活動咧係非常之蓬勃嘅。咁如果翻嚟經文，我哋去認識呢一個耶穌呢個人，佢嘅身份同埋跟從佢嘅條件嘅時候，我哋透過主耶穌，我哋知道咧，耶穌係真正嘅神。主耶穌要顯出嘅佢自己先至係真實，唔係當其時嘅凱撒大帝，唔係當其時其他異教嘅神，因為當其時咧凱撒大帝係會有一啲嘅像咧雕刻喺唔同嘅地方咧，叫人拜佢呢一個嘅王嘅，拜呢一個嘅王，同埋拜呢一個嘅王之後，其他嘅異教嘅神都有。喺主耶穌就喺咁嘅背景，喺眾多呢啲神廟面前嚟到叫門徒，亦都係好多人圍住聚集嘅時候咧，嚟到去問人說我人子是誰？呢個就係16章13節一開始主耶穌同門徒嘅對話啦。咁呢一個嘅意思咧就係話，其他人眾多嘅人話我人子係邊一個咧？咁樣，弟兄姊妹，如果你諗翻呢條問題咧，就好似咧今時今日，如果我哋去描述嘅話咧，就係好似主耶穌做一個嘅調查普查咁樣嘅意思咁咧就當你做一個普查調查嘅時候，自然就會產生一個嘅效果，就係眾說紛紜。有好多人有唔同嘅意見譬如你而家去舉個例，你去揾一間餐廳好唔好食，咁你上網睇好多嘅評論人哋話我呢間餐廳好唔好食啊，咁梗係眾說紛紜嘅。有啲人又話好食，有啲人又話唔好食，有啲人又話太貴，有啲人又話都幾平，都幾抵食，好多唔同嘅意見嘅。咁自自然然就會有眾多嘅意念走咗出嚟。咁而呢一個當其時佢咁問嘅時候，14節咧，門徒當然同樣啦，就提出不同嘅意見，因為主耶穌話啊嘛，人說人子是誰，即係眾多嘅人話我係邊個，咁所以啲人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就話有人話你咧係施洗嘅約翰，又有人話你咧係以利亞，又有人話你係耶利米，甚或係先知裏邊嘅其中一位。眾多不同嘅意見，啲門徒提出嚟，喺佢過去可能門徒聽到啦、了解到啦、收集到嘅意見咧，都一次過講晒俾主耶穌聽啦。咁然後主耶穌咧就去喺15節嗰度咧就埋身一啲，去再深入了解問門徒就係話，咁但係你哋講我係邊個呢？呢度原本嘅意思就係你
對住每一個門徒話：你們每一位說我是誰呢？呢一度就唔係話其他人咯，係問你哋每一個話我係邊個呢？咁希望咧，俾啲門徒嚟到去了解下，就係佢哋已經跟從咗耶穌一段時間啦，了解耶穌講嘅嘢，睇過耶穌行過某啲神蹟，然後問下啲門徒究竟對主耶穌嘅認識去到咩地步？因為好多人，特別呢啲門徒，好多時候只係跟耶穌，可能仍然係摸索緊耶穌係一個嘅老師、夫子，可能係拉比當中其中一位，可能係先知裏邊其中一位，但係好可能啲門徒都正如其他嘅人嘅意見紛紜，仍然係摸索緊耶穌係邊一個嘅。所以主耶穌就咁樣深入地問佢哋嘅睇法。而當其時咧，彼得就係一個好快嘅反應，呢個都係彼得咧經常咧會有呢一個咧好即時嘅回應咧，馬上去嚟到去向主耶穌回答呢一條問題，就話你是基督，是永生神嘅兒子。呢個就係第16節所講到，你就係嗰位嘅彌賽亞，猶太人嘅彌賽亞，基督永生神嘅兒子，係為着晒所有嘅人嚟到去作為神嘅兒子嚟到呢一個世界上。當彼得咁樣好快咁樣嚟到去回答嘅時候咧，主耶穌係喺17節同埋18節咧係稱讚佢嘅，稱讚彼得正確嘅認信。彼得，你講得好啱。然後佢就用呢一句說話話：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嘅，因為呢個唔係屬血肉嘅指示你嘅，乃係我在天上嘅父指示你。我還告訴你，你係彼得，我要把我嘅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嘅權柄不能勝過他。佢講到呢個話，你係有福，我喺天上嘅父指示你、啟示你，你嚟到去講出主耶穌真實嘅身份。佢唔係普通嘅拉比，唔係普通嘅老師，唔係一般嘅夫子，唔係一個普通嘅先知，唔係呢一啲其他人所仍然係了解緊主耶穌嘅身份嘅情況。彼得所講話，你是基督，是永生神嘅兒子，呢個就係最正確認識主耶穌，了解主耶穌係邊一位，而且講到話你係有福嘅，因為呢個係天上嘅父指示你所嚟到去講出呢個內容。而主耶穌話，我要將我嘅教會建造喺你剛才呢一個彼得嘅認信上邊，就係我嘅教會必然建造喺基督永生神嘅兒子呢個認信嘅上邊咧。所有有呢個認信嘅人都係作為教會嘅一份子。呢個係主耶穌咧喺18節嗰度所強調，陰間嘅權柄係不能勝過他。而且佢19節仲講到話咧，將呢一個嘅天國嘅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佢講嘅就係呢啲所有喺教會裏邊嘅人，有呢一個同樣認信嘅人嘅一個權柄，佢俾咗呢啲人有一條鎖匙，呢條鎖匙咧係可以去到天國嘅，開天國嘅門，讓人進入去。呢個權柄係好特別，係可以係讓人嚟到去釋放人啦，同埋係讓人係被捆綁嘅。所以呢一個權柄咧係非常特別，係俾到教會先至能夠有嘅。呢一個就係傳講耶穌就是基督，耶穌就是永生神嘅兒子呢一個好信息，呢一個嘅權柄。咁我諗起天國嘅鑰匙咧，諗起作為鎖匙，我哋稱為鎖匙人咧，通常就係代表開一間屋啦，開一個地方啦，係一個嘅好特別嘅一個身份，有呢個權嘅人啦。可能你喺教會裏邊你係揸鎖匙嘅，你喺屋企你係有你嘅呢個揸鎖匙係由你最後負責嘅，咁你就好緊要啦。你開門俾邊個入，就嗰個人就能夠入。
你唔開嗰道門，嗰個人咧就不能進入。咁啊，好多時候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會有經歷過嘅，就係你要去尋找一個嘅居所，可能你要租一間屋，咁你揾一個地產經紀，咁佢可能一個人揸住10幾條鎖匙嘅，咁佢可以周圍開唔同嘅門、唔同嘅屋，係俾你參觀，俾你去睇，問你願唔願意租、願唔願意買等等。咁呢個就係佢有嗰個鑰匙開嗰個門嗰個能力嗰個權柄。而今時今日主耶穌俾我哋嘅開呢個鑰匙咧，如果你係一個信徒教會嘅一份子，你去開嘅係天國嘅門。我哋冇權柄去帶領人嚟到去作為嗰個嘅贖價，只有主耶穌成為嗰個嘅贖價咧，係能夠讓人進入天國。但係我哋可以講俾人聽，好似咧呢個天國鑰匙開一開俾人睇，天國係好吸引、好美麗、好特別，係歡迎所有未信主嘅人都入去嘅。我哋同樣都有呢一份天國嘅鑰匙嘅權柄嚟到去帶領人去進入天國，一同係接受主耶穌進入天國。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權柄，佢俾到彼得同埋所有建立喺彼得呢個認信嘅所有教會一份子嘅人，就有呢一個權柄，有呢一個釋放同埋捆綁嘅一個嘅權柄，非常特別。而當其時，主耶穌亦都同樣喺20節囑咐門徒，就係暫時唔好講俾人聽佢係基督，去到最後佢成就十字架嘅救恩咧，佢先至要一次過顯現出嚟。所以13章13節至19節咧，係稱讚彼得正確嘅認信。但係話風一轉咧，去到20節至23節咧，主耶穌就責備彼得錯誤嘅回應，就係彼得嗰個講嘅內容咧係好錯。呢個係一個極其強烈嘅對比。啱啱嗰個對話就係讚佢攞個 A， 之後嗰段嘅對話就鬧彼得，鬧得好嚴厲，就話佢係 F。咁我哋究竟嚟到去了解下咧，發生乜嘢事，乜嘢嘅原因咧，令到主耶穌會責備彼得一個錯誤嘅回應？我哋睇20節，佢嚟到去吩咐人啦，暫時唔好講佢係基督，因為佢要最後咧去到上十字架，一次過顯示自己嗰個嘅受苦嘅彌賽亞，讓人真真正正跟從佢，帶出一個係合宜嘅動機，同埋佢成就救恩之後咧，讓更多人嚟到去接受佢。而去到21節咧，耶穌就指示門徒就係話，佢必須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3日復活。呢個係21節嘅內容。我稱佢為咧，主耶穌係教導門徒，佢作為一個彌賽亞，作為基督，佢嘅功績係乜嘢？弟兄姊妹，我哋要了解一樣嘢，就係彼得話主耶穌係基督，係永生神嘅兒子。一個基督或者猶太人稱為彌賽亞嘅觀念，從舊約而嚟，好多人特別係猶太人會有一份嘅心裏邊嘅諗法，就係如果你係彌賽亞，係基督，係永生神嘅兒子，好多猶太人會有一個誤解咧，就係話你係帶領以色列復國，帶領猶太人，讓我哋咧俾人欺壓咗咁多年，終於可以吐氣揚眉啦。因為我哋知道喺呢一個第1世紀主耶穌嘅年代咧，猶太人係冇國家嘅，佢哋喺舊約嘅即係最後嘅部分，佢哋係北國，以色列嘅北國咧係被擄亞述，南國就被擄巴比倫，所以係完全冇咗國家，流散於唔同嘅地方。而且喺第1世紀嘅時候，佢哋喺羅馬政府嘅管治之下，係受到好大嘅壓迫，係一個嘅強力嘅對佢哋嘅生活，對佢哋猶太人嗰種嘅信仰、盼望等候彌賽亞嗰樣嘢咧，係有一種好大嘅挑戰喺入邊，所以佢哋覺得好屈辱，冇咗個國家係好慘嘅事情，要流散唔同嘅地方，所以佢哋仍然係喺幾百年嚟，由舊約嘅尾聲去到兩約中間，一路至到新約，佢哋係好盼望有彌賽亞嘅出現，
帶領佢哋復興以色列國，壯大以色列民，唔好再受羅馬帝國嘅屈辱，唔好再喺一個咁困難嘅困境裏邊。所以佢哋等候嘅彌賽亞有佢哋嘅固有嘅一種嘅觀念。主耶穌要教導門徒，佢所做嘅並不是猶太人歷史固有觀念嗰種嘅嚟到作為一個彌賽亞咧，就要推翻羅馬帝國，嚟到去殺敗呢啲嘅羅馬兵丁，建立以色列國。主耶穌話佢做嘅嘢唔係喺呢個焦點嘅裏邊，佢做嘅嘢咧係嚟嘅係受苦、被殺，然後第3日復活。呢個就係佢嘅功績啦。功績當然就係講到話佢嘅建樹啦，佢所做嘅嘢啦，流傳萬世嘅嘢。主耶穌就係話佢嚟呢個世界最重要嘅就係死。所以弟兄姊妹諗到呢度嘅時候，你會諗嘅就係人嘅功績。好多時候我哋諗一個人，譬如佢係一個建築師，佢嘅功績就係起咗唔同嘅樓啦，或者係設計唔同嘅樓宇啊，唔同特殊嘅建築物啊咁樣。如果一個人嘅係音樂家，咁佢嘅功績可能就係作咗好多歌啦，流傳萬世啊，數百年、過千年，仍然啲人聽緊、唱緊嘅一啲歌啦。或者佢係畫家，佢畫過一啲畫，一路係哇越嚟越貴，越嚟越受歡迎，搶購，放喺博物館，好多人睇，蜂擁去睇嗰啲嘅畫。呢個就係畫家嘅功績。但係主耶穌話佢嘅功績最重要嘅係受苦、被殺、第3日復活，成就救恩。呢個就係功績。同猶太人嘅歷史同埋佢哋嘅猶太人對彌賽亞嘅期望係非常之唔同嘅，因為佢哋係盼望緊一個王，盼望緊一個人係去推翻羅馬帝國，建立以色列國。主耶穌唔係喺呢一個嘅方向嘅裏邊。當佢咁樣講嘅時候，彼得咧喺22節，其實佢嘅反應同一般當其時嘅好多猶太人固有觀念諗法嘅反應咧係類似嘅。呢度嘅經文好特別咧，22節呢度講到彼得咧係拉住佢，拉住主耶穌，即係扯開主耶穌，拉埋一邊。咁我唔知道當其時嘅場景係，因為都係一個熙來攘往，好多人喺嗰個該撒利亞腓立比嘅地方，咁可能佢拉埋去一棵樹底嗰隻角落頭嚟到去勸佢。呢一個意思咧係差唔多係去到責備咁樣嘅語氣，強烈勸喻，叫主耶穌一件事情，就話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係22節。彼得嘅意思差唔多就係話，主啊，你話你自己嘅功績係死，千祈唔好講呢啲咁嘅嘢，係嘛？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千祈唔好搞啲咁嘅嘢，千祈唔好死啊！我哋等候彌賽亞等候咗幾百年，喺猶太人歷史裏邊，我哋就係期望一個基督永生神嘅兒子出嚟，係去打羅馬帝國，殺羅馬兵丁，建立以色列國。你而家出現就係嗰個彌賽亞，你而家話你要做嘅係去死，彼得係好大反應，接受唔到。如果用廣東話一句術語咧，彼得差唔多係責怪主耶穌咧。用老人家嘅講法就係主耶穌，唔該你濺口水講過，我唔想聽呢啲嘢。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千祈唔好搞呢啲嘢。彼得係好唔能夠接受主耶穌話佢要準備去死嘅，因為佢已經跟咗耶穌好幾年，佢嘅人生同埋好多門徒都係抌低咗漁網，抌低咗職業，壓住喺耶穌身上，諗住喺耶穌嘅裏邊有某啲嘅好處，或者耶穌第時建立咗以色列國，可以撈翻一官半職，某一啲嘅俾佢一啲嘅賞賜嘅時候，但係主耶穌話我準備係去死。跟住23節咧，主耶穌轉過頭嚟責備彼得，用一個好嚴厲嘅語氣責備佢，
喺23節，佢話：去我後邊去吧，你走開，行開，你係絆我腳嘅，因為你不體貼神嘅意思，只體貼人嘅意思。呢個就係23節嘅內容。主耶穌轉過頭嚟責備彼得：你講得好錯，我嚟呢個世界唔係做猶太人歷史所期盼彌賽亞觀念所做嘅嘢。我嚟呢個世界唔係要推翻羅馬帝國，唔係要殺敗羅馬兵丁，唔係要建立以色列國。呢啲唔係我嚟呢個世界要做嘅嘢。我嚟呢個世界要做嘅係死喺十字架，成就救恩。呢個先至係父神作為帶領我，讓我嚟到呢個世界，作為神嘅兒子嚟呢個世界最重要嘅地方。你如果嚟到去拉住我嘅時候，你係不體貼神嘅意思，只體貼人嘅意思。所以主耶穌用好強烈嘅語氣鬧彼得，一個錯誤嘅回應，非常之錯。呢個嘅意思就係好似彼得有一啲地方係做得啱嘅，就係話認到主耶穌嗰個嘅身份係嗰個嘅基督永生神嘅兒子，嗰個銜頭啊，英文所講咧係一個 title， 一個銜頭。但係佢唔明白呢個銜頭嘅內容係做啲乜，係令到彼得咧係可以話係唔體貼神嘅心意。當然主耶穌亦都講出嚟，我有呢個銜頭，但我做嘅嘢係死喺十字架。正如一個人可能佢如果用一個好極端啲嘅例子，好似係一間公司咁樣，佢嘅銜頭係行政總裁CEO， 但係佢嘅內容同埋職責係做一啲好低微嘅工作喺間公司裏邊，咁就會俾人覺得係一件好驚訝、震驚嘅事情。主耶穌其實同彼得當其時呢個對話就係帶出呢一個觀念，佢嘅銜頭係基督係永生神嘅兒子，但係佢最重要嘅係要去死喺十字架，受苦受死。呢個佢係要彼得明白，呢個係一個受苦受死嘅彌賽亞嘅觀念，所以佢反對彼得嘅建議咧，要嚟到去話唔上十字架呢件事情必不臨到你身上呢樣嘢咧，主耶穌係唔贊同。然後佢對住所有嘅門徒作出一個嘅要求，對眾門徒說喺24節就係話，如果有人願意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佢嘅十字架嚟跟從我。弟兄姊妹，呢度有幾個好重要嘅動詞，就係跟從主、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三個好重要嘅動詞，講到係跟從主耶穌要付上嘅代價，要係犧牲自己，然後背起主耶穌基督嘅十字架。同當其時跟從主耶穌嘅門徒同埋好多當其時嘅人係好唔同，因為好多人跟老師、跟一個師傅、跟一個拉比，希望有嘅係可以得到一官半職，甚或如果真係彌賽亞好似建立以色列國、推翻羅馬帝國、讓猶太人獨立嘅時候，佢希望喺猶大國裏邊可以有翻某一啲嘅位置位份好似呢一啲嘅某啲門徒嘅屋企人就話，可唔可以一個喺你當你德國降臨嘅時候，一個坐你左邊，一個坐你右邊，有某啲嘅好處呢？而主耶穌對門徒就係唔好從呢個方向。如果你係要跟從我嘅，你要當捨己，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呢個係主耶穌對門徒，亦都對我哋每一個，對所有跟從主嘅人發出一個認信嘅要求。而且佢仲喺25節裏邊講一個好著名嘅經文，一個金句係：凡要救自己生命嘅，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嘅，必得着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耶？人
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呢個係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喺神嘅心意裏邊，要我哋嘅係犧牲我哋自己，好似喪掉生命咁樣。係因為我哋賺得全世界，攞晒呢個世界嘅嘢，如果用晒我哋嘅時間、心思意念，唔能夠放喺神嘅國度嘅裏邊，唔能夠放喺跟從主耶穌服侍主耶穌、捨己背十字架嘅時候，我哋得着呢個世界地上嘅事情、各樣嘅物質，又有什麼益處嘅？人可以攞啲乜嘢嚟到換取生命呢？所以我哋最終極嘅呢度，好似主耶穌所講，我哋係要正如好似主耶穌提醒我哋嘅係跟從主，捨己背起十字架嚟到跟從佢，喪掉生命，目的係最終其實係會得着生命。呢個係主耶穌俾我哋每一個門徒，每一個信主之後要去跟從佢嘅人一個嘅要求。所以弟兄姊妹，我哋需要嘅係對主耶穌嘅身份有一個好正確嘅認信。我哋要明白佢嘅身份係基督永生神嘅兒子，呢個係冇變嘅。但係呢個身份嗰個嘅內涵，嗰個跟從主嘅內容，就並不是由我哋嘅固有觀念。正如喺猶太人昔日，佢哋嘅固有觀念就係要彌賽亞嚟，係復國，要去打敗羅馬帝國，又或者係獨立出嚟，成為一個國家，唔再寄人籬下，唔再被羅馬帝國嘅管治。咁今日可能你信咗耶穌嘅時候，你要同其他異教嘅人係有唔同，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地上一啲信唔同異教嘅人，可能係透過拜異教或者拜某啲嘅宗教嘅人士去操練某一啲嘅屬靈嘅目的嘅時候，可能係為着個人嘅好處嘅。好多時候拜唔同嘅宗教，可能係為着可能要升職加薪，為着賺到盆滿缽滿，為着好多唔同嘅目標。但係呢度主耶穌想我哋了解嘅係，我哋要有正確嘅認信之餘，我哋要了解主耶穌身份嘅內涵，佢自己都係受苦受死，第3天復活，成就救恩，然後希望我哋回應呢一個主耶穌呼召我哋嘅要求，係嚟到去向佢嚟到去捨己背十架跟從佢，喪掉生命。而都弟兄姊妹，我哋要了解嘅係，我哋係有一個身份，正如主耶穌講到話，佢係俾呢一個天國嘅鑰匙，讓我哋嚟到一個都嚟到有呢一個權柄，協助更多人能夠認信同埋跟從呢一位主。我哋只係開一開嗰個門，俾人睇一睇天國嘅吸引，俾人睇到呢一個福音嘅美麗，俾人睇到天國係有主耶穌永遠喺埋一齊，係有無眼淚、無哀哭、無疼痛，享受一種嘅平安喜樂，與主同在嗰種嘅豐富。呢一個係我哋有呢一個天國鑰匙嘅身份，好似頭先我所講到一個地產經紀咁樣，我哋都有呢一個嘅權柄，讓更多人能夠認信同埋跟從嘅主，能夠去認識我哋呢一班係嘗過主恩嘅滋味，嘗過神嘅愛係幾咁寶貴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幫更多人做到呢一個信靠呢一位嘅主，跟從呢一位嘅主，去認識佢嘅銜頭title，要有正確嘅認識。同樣對呢個銜頭以下佢嘅身份，佢嘅工作內容係死喺十字架呢個 job duties 係死喺十字架，我哋都能夠有一個嘅明白了解，以至我哋回應主嘅愛，跟從佢嘅時候，我哋能夠有一個正確嘅方向。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喺呢一個認信及跟從主嘅裏邊嚟到去努力。我自己就主要係喺猶太人群體當中嚟到幫助更多嘅猶太人，好似昔日主耶穌幫助彼得咁樣，要佢嚟到去認識主耶穌係嗰個受苦受死嘅彌賽亞。我現今嘅工作都同樣係喺呢個方向裏邊，幫助更多猶太人能夠認識呢一位嘅彌賽亞，主耶穌基督就係一個受苦受死嘅彌賽亞。我亦都向好多唔同嘅華人同埋外邦人分享同一個信息，讓更多人能夠進入天國，因為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更多人進入天國，讓
神嘅國度降臨，讓更多人進入到呢一個天國天家嘅裏邊。當我哋睇到地上越嚟越好混亂黑暗嘅時候，盼望我哋能夠將呢一個主耶穌俾我哋人類嘅盼望，向更多人嚟到去分享，協助更多人嚟到去認信同埋跟從呢一位嘅主。求主幫助，阿門。